那么世界杯介闹嘛，你看不看世界杯的啦？那么肯定看的咯。跟你都河西哪里几支队伍啊？哎，我考考你看。就是那个德国队嘛。德国队，俄国队嘛。还有河西俄国队呢。巴西队，巴西队。那只可以啊，几支队伍都握得出来的嘛。我当然了，这不是蛮简单的嘛。那么既然你介厉害啊，我再考考你，巴西队的内马尔这么来到哪里在俱乐部踢球？洛杉矶湖人队。洛杉矶湖人队。这个我真当就不晓得的。哎呀，我话的你毛懂剧儿的嘛。你平常子看不看足球啊 ？Air， 梅西还是 C 罗 ？LeBron James。世界杯看不看的啦 ？Air， 德国队还是西班牙队？朝鲜队。平时玩不玩即时战略类游戏啊？偶尔。DOTA 还是撸啊撸啊？王者荣耀。